很蓝。有一位先生抬头望着星辰，他问风，也问光，世界是不是对称的模样？他在黑夜里写下方程，让星星的秘密被人看见。书桌上那盏灯一直亮到天明。他是烛光的人，用思想点亮宇宙的晨。纵然白发如雪，眼里仍有春，那是他心中的真。后来我们长大了，在书里，在梦里，都看到那道光，从他手心照向远方。他是烛光的人，用思想点亮宇宙的晨。纵然白发如雪，眼里仍有春，那是他心中的真。风轻轻，雨慢慢，星河记得他的名字，那位追光的先生还在天上微笑着。